朗普真係搞屎棍嚟嘅啊！真係加咗關稅啦，股市嘅反應當然係跌啦，應該全世界個股市都跌啦。今日你睇幅圖片幾囂張，幾得戚呢個特朗普真係啊！哇！歐盟就加20% 關稅，挪威咁細個國家同佢都冇咩特別嘅關係，又冇惹到佢啊，都要罰15%。唉，真係股市跌只係啱啱開始嘅少少反應嚟，其實長期嘅禍害就係百物會騰貴，物價上升之後就會變咗通貨膨脹，咁通貨膨脹又點啊？咁咪要加息咯，咁有一個惡性嘅循環。你加人關稅點啊？人哋咪又加翻你關稅咯，所以嗰啲嘢咧就會越嚟越貴。好啦，當對手還擊加翻你關稅之後，美國佬會點呢？唔會就咁罷休呢？我而家就咁罷休嘅，咁你之前加嗰啲關稅咪完全冇效應，咪就係等於放咗個屁？咁你梗係又要加翻人哋啦，咁你就一個惡性嘅循環啦。唉，真係無日無了，冤冤相報何時了呢？呢種係一個七傷拳嚟嘅，就係金庸小說一種比較笨嘅武功。如果你功力唔夠呢，跟住夾硬用呢個七傷拳呢，威力係雖然大，你會傷到敵人，但係呢亦都會自己又會有內傷，傷到自己嘅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損人不利己嘅招數嚟嘅。但係我明白政治同國際嘅經濟唔係咁簡單，美國嘅外貿交易呢就係咁即係虧損嘅，所以身為個生意佬呢，當然個思維呢就想賺翻啲錢，唔可以成日做啲蝕本生意啦。但係咁樣 OK 咩？咁樣真係得咩？大佬，你而家最親嘅盟友啊，歐盟啊、加拿大啊，全部都自己友嚟嘅，你就加咁重關稅，今次最得益嘅咪英國佬咯，識得擦鞋討好特朗普，咁咪加少啲，只係加10%咯。今晚就要睇下歐盟啊同埋其他啲國家嘅反應啦。唉，真係國際嘅經濟形勢呢就唔樂觀啦，即係百物騰貴咁啊，美國佬遲早要加息。咁美國加息會唔會影響香港啊？當然會啦，因為美金會升啊嘛。咁就算香港唔跟住美國加息，都不能減息啦。不能減息會點啊？咁咪會影響樓價咯。咁或者甚至要加息的話，咁你買樓咪貴咗，嗰人想買樓嘅人咪要等等咯，會再諗諗咯。唯有繼續留意呢個國際嘅走勢啦。好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多謝各位觀眾嘅收聽同收看。記得臨走嘅以下4部曲啊！好，咁係咁先，拜拜咯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！